黑秀国一女补师硬掰她幻想。北市某补习班28岁萧姓老师，去年以交往为由，将一名13岁国一女学生带到小教室，给我亲一下。在半推半就下亲吻女学生，还上下其手抚摸胸部，之后又2度带女学生到同处，黑秀得逞。女学生偷尝禁果后告诉同学，家长获知愤而提告，老师却否认犯行，辩称是女学生告白被拒，全是在幻想。但台北地检署侦查后，因她测谎未过，前女学生下体验出撕裂伤，检方认定她利用女学生对两性关系懵懂无知、判断力不成熟的机会，猥亵女学生还黑秀。日前依与未满14岁女子性交猥亵罪起诉，若罪名成立，最重可判10年徒刑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